嗯，好，那个大家各位伙伴们，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那个待会发言的时候，呃，如果你要发言，你就可以举手，然后我们看到的话就会点你。那如果都没有点到你，你再开麦克风跟我们提醒，因为现在现场非常的忙碌。好，然后最后完成那个诗作拼贴，然后有选愿意分享的人，最后会抽一张数位的专辑。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会剪成 podcast 上传的哈。那以及如果你在过程当中有听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再跟我们讲吧。好，好，那我要先来跟大家好好的开场白一下。加大亚萨利甘马布隆及 Bill Pikagu。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天的就是我是主讲者，我是布洛普，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阅读群的安格斯，那他刚回到家，所以可能要稍等一下上线。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特邀来宾吉炸了，好，那个就是哦 Angus 哦，好，都到了，都到了，太好了，太好了，好，还有猫。猫才是本体吧？哦，好，那因为我们的流程非常的紧密哈，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现代诗，什么是新诗。好，那这边呢就是很快的跟大家讲说，你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这个朱佑勋的这个影片，他在讲现代诗跟新诗的差别，而且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精辟，非常的简扼。因为就我自己来说，我也常常会新诗跟现代诗会以为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在他解说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首先就是好，到底什么是现代诗与新诗呢？哈，新诗就是在1917年的白话文运动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哦，胡适开始的，然后那时候他就摒弃了文言文，然后做了很多的白话文的创作。那这一派呢，像胡适啊、徐志摩，好，徐志摩是新月派的，然后呢，他最有名的就是一首就叫做《再别康桥》。但什么是新月派呢？他们是一个非常注重格律的一派，所以呢，你看一下它下面这一段诗哈，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哎，格式跑调，真是好。那这个你在看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非常的注重那个字数的安排哈，然后还有一些押韵的成分。OK，所以你会跑调，再一次哦。好，你看一下《再别康桥》这首诗哈，它的字数，然后是有特意安排的。那以我们现在的来讲，就是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形式好像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么的自由，那么的随性。那所以，当我们在讲徐志摩的诗的时候，甚至有一派会觉得徐志摩的新诗其实写的还好。那你可以，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新诗它有一点比较抒情的成分在，而且它很浅白，是蛮好懂的。好，那后来到底什么叫现代诗呢？来，现代诗就到这边了。好，好，现代诗呢，哈，它在1950年代由一个大诗人前辈季贤他创造的一个现代诗杂志。那他们呢，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融合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好，那这一派，呃，有很那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洛夫啊、夏雨啊。如果你有看夏雨的早期的诗作的话，就是很多都是看不懂，甚至他在玩一些文字类的游戏。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看的时候会觉得我搞不懂那个逻辑，不太好理解。那洛夫的话，他也是有很多好像那个，因为他之前过世了嘛，好像《十世之词王》啊，哈，还有他的其他很长篇的作品，你有时候也会有一点觉得很突然，但这个就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啦。那我这边举了一个陈黎的《战争交响曲》的节录。好，那你可以看到他，我取了3行，是他我觉得可以表现他整个诗作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冰冰冰冰冰，然后拼拼乓乓拼，秋秋秋秋秋。好，但我没有要解释这个战争交响曲的意思，你可以去想一下哈，拼再拼再乓，然后再秋的意思。OK，就这样子哈。好，所以如果以现在总结来讲哈，如果你现在要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学的东西，或是我们在接触的，我们都会被说为是现代诗啦。所以你在看一些这种比赛的时候，它也大部分都会写作现代诗的
那个奖项，然后就不会写新诗了。那这个也是我后来才比较明白，原来有这样的转换的哈。好，那朱佑轩他有讲一个很，我觉得下的很精辟的一个注解，他说就像养乐多是最有名的乳酸饮料哦，所以那个如果你讲到乳酸饮料，你就会直接讲养乐多，而且你就是变成这个产品取代了这整个类型啊，哈，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好，那现代诗它有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抒情，或者是朱佑勋的讲法是，如果你看不懂，那它就比较偏向现代诗了。好，这是一个很粗浅的看法。好，那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现代诗跟新诗的差别。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我们的拼贴诗作了哈。好，拼贴诗作的第一首是那个山羊麦帮我们分享的。那山羊麦有在现场吗？可以开麦克风跟我回答一下。山羊麦朋友，好，没有，那我就念了哈。好，山羊麦它的拼贴是用3页的布棉换些什么？换几声绿袖眼的鸣叫，换2根你头冠上的羽毛，换一连串银亮的叮叮当当。长长的槟榔树也许知道。好，那本来是会请山羊麦来帮我们讲一下，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拼贴了，他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觉得他这个拼贴的方式就是比较有语文上的逻辑嘛，哈，就是有散文的逻辑。那换些什么，然后换什么换什么就有回答，一个问一个答嘛，哈，可以，这是山羊麦的。来，艾可在吗？下一个是艾可的，艾可在吗？你要开麦克风跟我回答哦。好，等一下，艾可有问我说怎么进来，但他没有进来吗？好，看一下。好，艾可再问一下，艾可，我在，可是我这样有声音吗？有听到了，你方便念你自己的诗吗？呃，长长的槟榔树也许知道，用3页的不眠换些什么？换一连串银亮的叮叮当当，换几声绿袖眼的鸣叫，换2根你头冠上的羽毛。好，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是这样拼贴，或者是你采用什么样的逻辑来看这几句句子呢？感觉上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你也是用一个比较散文的方式在看这几个句子吗？没有特别预设，就觉得这几个这样拼装应该会比较适合。那你有考虑到流畅性吗？因为我觉得你的拼贴很流畅。就是觉得这样子拼最适合，其实没有特别考虑什么。好，好，对，谢因为我看的谢谢谢。时候，就是你的换什么换什么都放在最后嘛，然后上面的这个也有点是自问自答的感觉。OK，嗯，好，那谢谢艾可。那请问嗯它原本的组合差很多吗？嗯，我差一点点啦，因为才五差一点点。句而已，也不嗯，敢讲差很多啦。好哦，谢谢谢好，谢。因为你要待到最后，你才可以抽奖哦。哦，有抽奖。好，好，好来，那太好了，我们时间抓得非常好，那我们就来看原作了哈。那原作这边首先的原作的第一段叫做换，那我会先念这一段诗，然后会讲我的看法，然后再请吉大补充他看到的东西。好，用3页的布棉换些什么？长长的槟榔树也许知道，换2根你头冠上的羽毛，换几声绿袖眼的鸣叫，换一连串银亮的叮叮当当，瀑布般流刺你的耳环，流到寂寞如石的我的心上。用一生的迂回换些什么？长长的槟榔树也许知道。好，那我觉得这个换呢，是一个女孩在对男孩诉说心情的感觉了。好，那我觉得这个3页的不免，就是我觉得蛮明显的是在讲以离性，就是阿美族的年纪这件事情，然后以及年纪最后会有个情人之夜嘛，就是会有女孩子会送给男孩子槟榔这件事情。那比较好笑的就是我在看这首诗的时候，我一直眼花，我一直想说，为什么他要用槟榔鞘呢？槟榔鞘就是你现在画面看到这个左边这个船形的这个容器，它就是呃盛食物的容器了哈。然后我那时候一直疑惑，为什么要用槟榔鞘来表达你的爱意呢？很奇怪，我看不懂。那后来吉大才跟我说，我真的是眼花，我看错了，我可能太醉了。
好，那这里呢，先请那个吉大帮我补充一下关于那个不眠之夜啊，或者是那个以离性还有情人之夜这些地方好了。哦，就是传统的阿美族年纪啊，就是它会有分准备期跟活动期，然后到最后活动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情人之夜，就是大家在跳舞的时候，女孩子如果有喜欢的对象，就可以拉着男生身上的阿鲁富，就是情人带，然后如果男孩也知道也喜欢这个女孩，还有她的家庭，他就会在情人袋里面放纸条跟2颗槟榔。OK，好，那我就要继续了。那在这边呢，哈，这个有一个地方是很有问题的，就是它的绿袖眼这件事情哈，因为就我的理解里面，美族里面其实跟绿袖眼这个鸟类没有什么连结。那我后来查到的是，它跟文面群比较有连结哈，就是德鲁古他们比较有会视它作为灵鸟了哈。那后来我找到一个黄贵朝先生的手稿，黄贵朝是美族一个非常有名的美族的音乐工作者吧，或文史工作者，他有很多的特别是宜湾部落的资料，因为他是宜湾的人。那他这边有讲说哈，那个传统的美族的一些鸟可以来做占卜的是有的哈，但是呢，他这边有写的是百舌鸟，然后乌秋、乌鸦、老鹰跟猫头鹰哈，但是就是没有提到绿袖鸟，所以就是我跟吉大这边讨论说，觉得有点奇怪。那我再请吉大的帮我补充这边。确实就像黄贵朝先生，他是一个素人作家，然后像这个绿袖眼，它又称颗粒犀鸟，然后这是在《城里》这首诗里面它出现的一个鸟类，可是它这个使用的方式就很常是我们常看到新闻上那些有些人他们会穿原住民的衣服，可是他混搭，然后就完全是错误的，然后你就会这种像荒谬的事件非常常发生，对。好，谢谢吉大。就是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新闻是，台湾的学生去国外交流吧，然后穿了原住民的衣服哈，可是大概就是各族就混在一起了。那如果你对文化敏感度不足，或者是你对南岛文化没有理解、没有去接触的话，就会犯这样的错哈。那而且甚至是有很多的老师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那就是对有在做文化传承或者在学习文化的人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会蛮不舒服的。这样好，这是第一段的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第二段是想。好，第二段想去被嘿嘿去捡特别挺直的树木，去捡特别挺直的树木。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点火？西北嘿嘿，小虾在我的群内爬来爬去，小虾在我的群内爬来爬去，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掀开我？好，那这边呢，我念的是喜北嘿嘿呐哈，因为这个他其实是拿了这个歌曲哈，卢静子阿姨的《何时有情人》这首歌来，有点类似像翻译这样，就把它写成一首诗哈。我觉得这首诗就是以一个诗的那种诗韵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太足够。但但这首诗我后来就是在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后面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太太露骨嘛，哈，或太色情这样子，我觉得那种渴望爱情的感觉非常的浓烈了哈。好，那这首歌呢，哈，原本它除了这个树木之外呢，它还有讲说，哦，我是一个香甜的高丽菜，然后什么时候会有情人来采摘我呢？那我是一个很美味的打杜根叫大头根，就是龙葵哈，那个龙葵菜，然后也是阿美族传统的野菜，所以他也说我是一个很美味的野菜。那什么时候会有人把我摘回家呢？好，那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很期待被拿取的感觉，但是就是以现在的读者，如果你对这个性别的议题比较敏感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哦，为什么女性是要等待呢？哈，就
女性也可以主动啊这样的哈。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创作的时候，性别的意识就不是很强烈，没有特别讲说男生跟女生的那种对爱情的权利应该是一致的哦。所以就以那个年代陈立老师的作品来看，我觉得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好，然后呢，这个点火，我觉得它有一个很茂盛的青春感，有一种很燥热、很迫切的渴望的。好，那以及这个小虾在这边，我觉得这已经，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暗示，是一种性成熟啊，或者是一场性事的这种感觉，然后甚至有一点性的邀约哈。那后面呢，因为想这个有两段嘛，我觉得小虾在我的群内，这个我会比较喜欢用男孩的角度来看待哈，因为他就是男孩子也是穿裙嘛哈，然后小虾这个骚动的感觉，我会觉得跟洋剧的勃起啊，还有那种热烫的感觉会比较有连接感。好，然后尤其是小虾有一种很不安分啊，或是很难以控制的阴茎这种感觉。好，那我请吉大帮我补充这边。像是第一段就是陈理他直接转译那个惜别恨恨嘛，然后他在第二段才有比较加入自己的想法，然后这首歌的意涵，他用这首歌写成诗的话，就是你会看到他形式上的创意比文化深度的理解还要多。然后简单说来，就是那个茂盛的青春期燥热之感那个部分，就是情窦初开到一触即发的那个干柴烈火的那个历程。然后到小虾那边，就是我会觉得说小虾是他内心寂寞难耐，然后他把它从虚的部分转为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到第四点，就是他的说法与想象，对于阿美族来说是那个他阿美族传统服饰里面有一个部分是片裙，所以这是可行的。我是这样的想法。好，谢谢。我觉得那个刚才那个一触即发很好对我就是觉得要一触即发，但直接翻了一首歌，然后把它翻成中文，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会被说是抄袭吧，我觉得有点那如果大家本来我想要放这首歌，但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我好像会来不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这个卢静哲阿姨的《何时有情人》这首歌哈，这是呃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阿美歌曲哦，国歌了。OK，好，那我们要来第三段了。好，第三段要洗衣服，我的妈妈去洗衣服，告诉她洗衣服的事情，不高兴，把衣服丢向河水，任它们飘走。要来洗衣服，我的爱人来洗衣服，告诉他衣服里的事情，不说话，把我的心搞得更乱，像衣服发臭。好，那这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倒叙法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是第二段的事情先发生的。好，就是一个男孩他看到了，他知道了女孩要来洗衣服，然后呢，就跟他讲，我是因为这首你阿美族民歌是一组诗嘛，好几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有点下意识的把它都给连贯起来了，就是每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阶段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首呢，是那个第二段的男孩看到女孩，然后就跟他讲，你看我的裙子里面有小虾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呢，那个女孩当然就没有回应他什么所以男孩子觉得，你怎么不说话，就把我的心搞得很乱，然后像衣服发臭。然后女孩子回到家之后呢，才回到第一段，女孩子回到家就跟知道妈妈去洗衣服，然后就跟她说，我那个前几天去河边的时候碰到一个男孩，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妈妈就很不高兴，就把衣服丢掉了，任他们飘走这样。好，那我觉得把衣服丢掉有一种象征说，你的纯真不在的感觉了。好，那请吉大帮我补充这边。这部分我的想法是说，第一段是这个人跟他妈妈一起去洗衣服，然后并且和妈妈说了他之前洗衣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成是同一个人。然后也可以说，第一段是女性的视角，第二段是男性视角。然后这首也比较来说是陈黎这个组诗里面比较有特色的部分，它的节奏比较明显然后它是有押韵的，你可以看到它有押 f on o 这个韵脚的部分。
然后那个把衣服丢掉部分，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一段比较会有诗意啦，比较有点技巧性，就是虚转实啊，纯真变成衣服这样丢掉这样子，然后我的心香衣服发臭，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一点趣味性。然后旁边的是搬水的阿美妇女，阿美的妇女非常的勤劳哦，是在美族里面，就是你必须是一个有办法劳作的人，你才有价值，然后你才男生的话，你就要能够工作，才会有人要这样。好，第四段这边，影子，影子跟着身体，夜跟着白日，信跟着邮差，鱼跟着渔网。那个因为这边这首我就的心境嘛，他在诉说自己的心情嘛。因为我看起来是觉得前面的名字是跟着另外一个的，所以我觉得是后面的一个地位比较高的感觉。就是我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后面的比较高阶，像是身体啊、白日邮差、渔网，好像都是可以，就是都可以把前者给抓住。然后那我觉得鱼跟着渔网有一种无法自拔的感觉，所以我是这样子看待的。那请景大先帮我补充这边。哎，吉大没有开麦克风。有了。好，我自己认为它是没有高低的，它是比较像是前者受到后者的影响才有跟着，然后我是从文字的逻辑上面来看这样子。我觉得，我觉得吉大的那个解读蛮好的，因为我会想，有一些也就是夜跟白日谁高谁低这样子也是很奇怪的哈，所以觉得，只是被影响的话，我觉得这样解读比较可以解读的起来。那第二段这里呢是泪跟着爱情的感觉，我想说是因为有爱情才产生眼泪嘛？因为就我刚才的逻辑是后面比较高的话，就是因为有了爱情，所以跟着有眼泪嘛，那就是感觉是一个不愉快的恋情了。然后，但死亡跟着入住，我那时候非常的疑惑，因为我也想说，是什么东西到了白天会死亡，才会跟入住有连结吗？然后不太确定他在呼应什么。那我会想到，哎，露珠的话，那白天的话，露珠是蝴蝶的，蝴蝶的一部分的食物来源嘛。然后或者是他是在讲什么昆虫类的嘛，所以这边我就有点迷失了。但我跟着你就很浅白了。好，那吉大怎么去看呢？我觉得露珠其实是眼泪的一个隐喻，因为你可以看到你阿美族情歌里面，它也谈到蛮多是跟爱情有关系的。然后这一首的部分，它是整首诗里面打破前后关系的地方。你可以读到从第一段到第二段，在这首诗由隐喻转到现实，所以会让人一开始读的时候感觉到它的连结变薄弱，但其实它是反映了陈黎这首尼阿美族情歌，就是他整首诗里面的爱情的符码。露珠会象征爱情摇摇欲坠的一种感觉，又或者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要问是谁的影子跟着谁的身体，谁的信跟着邮差，谁的夜以继谁的日，还是鱼？谁是鱼，谁是渔网？然后作者刻意他调换那个主客的部分，这是一种诗的技术表达的方式。好，谢谢。我觉得那个吉大提到了一个，他把主客那个给抽离掉了，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想象。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在从事现代诗的创作的时候可以考虑的一个手法。你的主客不一定要写得很明确，会比较有想象空间这样。那最后面的我跟着你，我是因为前面几个它有那个人部的你哈，或者是女部的他哈，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男女的性别的分别，它应该会在那个用人字旁或女字旁来把它分得清楚。所以我后面看到我跟着你，我会那时候以为他有没有在说哦是女生要跟着男生，但是就是传统的美族的话是男生要跟着女生，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呃我很困惑，我不太了解他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我甚至有点担心说，哎，住在花莲的
作家，他应该对美族会比较了解一点点吧，应该不会犯这种比较基本的错误。那但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也不一定啊，就是就算你是生长在一个很多南岛民族的地方的人，你可能还是对文化不就是那个敏感度、你的敏锐度够不够，你的观察，或者是你本身到底有没有进到部落里面，进到这个族群去理解他的文化了。那后来，所以那个吉大后来有帮我破掉我的那个迷思哦，他就跟我提到了一些，我才觉得哦，好，这个诗这样解读好像也可以。好，那吉大你怎么看这一段呢？我看这边的时候，我只是想，阿美族传统确实是母系社会，然后现代的生活迫使我们改变了传统，像现在其实就比较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小孩子生出来都是跟父姓比较多，然后另外一点来说，就那个人字的你啊，我也不觉得说一定是男性，因为其实诗人他没有明确的说那个是指男性，然后像这首诗里面的就没有这种正确答案的一个很明确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理解，这也是陈黎他并不一定真的有明白说，这是一个时代尴尬的现象，就是到底是女生你还是男生你，到底是谁跟着谁，他比较没有明确说，可是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可以各自解读的地方。然后这个像这首诗，它没有明确的连贯之处，所以你对于那个人物的想象，你就可以更多不一样的发散，这样。好，谢谢吉大。我觉得好，就是如果你看了这个，他既然没有主客，那其实性别可以先把它拿掉了，这样我比较不会困惑自己啦，因为我有时候就会很纠结他的故事的剧情到底有没有一致性啊，但把它丢掉也可以哦，既然它是一首诗的话。好，那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段了。好，第五歌，这样我们唱歌，这样我们唱歌比较不累，在心里。这样我们唱歌，这样我们除草比较不累，在心里。这样我们唱歌，这样我们变老比较不累，在心里。好，那我觉得这个呃，因为我就是把这一整组的诗跟段落都是连贯的来看，所以我会觉得，哎，从前面的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终于是有钱人终成眷属，而且他们是用歌曲来走完这一生。然后我们唱歌会让我想到这个复音歌曲啦，然后我会想到说，哎，他们已经牵在一起变成一个为伍，然后从早唱到晚这种感觉。然后前面刚开始他是说有一段说他寂寞如史嘛，女生这样讲，然后后面可以一起唱歌，可以把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觉唱出来，然后不用再掩饰了。所以我觉得，哎，感觉这个好像蛮甜蜜的。那吉大有其他的看法，请帮我们说明。像歌的这一首啊，我觉得每一段的第一句是主唱句，第二句是打唱句，然后这是蛮常见的阿美族传统的乐舞的演唱的方式。然后以整首诗来说，它其实就是弹除草歌本身，也是直接翻过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再从诗的方面来谈，我觉得这首诗它的韵律比较短，然后唯一变化的地方就是它的第二段的第一句嘛，就是从唱歌变除草再变老。然后为什么这样唱歌就比较不累？其实我们可以看除草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就是谈到阿美族社会的勤劳的部分，还有分享的精神，就是我们一边唱歌一边劳动，就比较不会累。这其实是他要带出这个想法出来，不是说真的不会累这样子。然后像是我家长滨的长辈也是种水田，他们就是以前阿美族部落蛮常可以看到说，谁家的稻田要开始收获，大家就一起去田里面帮忙。然后或是有一些农家他会分享自己的作物给邻居，只想到我自己，所以还里面谈到我们，然后就会想到说，除草歌它记录了这种互相帮忙的农村情绪。就是其实很多的南岛民族会有互相换工的这种文化了。那阿美族的话也叫做米巴六，就是我去你家工作帮忙，然后你也会来我家这里帮忙。那刚刚那个吉大的，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是复音歌曲，但吉大的补充说，就是他说这个其实
比较像是一个除草歌的形式。好，那呃美族的唱歌除了很有名的复音之外，还有一种叫领唱跟打唱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唱一句，然后其他的人会一起唱下一句。那这边很有名的这一首是泰巴朗之歌，哈，泰巴朗之歌是泰巴朗部落很有名的，也是一个南岛民族的国歌了，不同的族群都会唱。那要特别讲一下泰巴朗之歌在部落里的唱法，跟你现在 CD 听到的最有名的唱的版本其实是有一点差距的，然后就是完美人在唱的时候有一点点把它变化掉了。那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图片是泰巴朗之歌的这个创作者林正志老先生，他在带他部落里面的青年在唱最原始的这个版本。那这首歌其实是林正志的妈妈到山上工作的时候常常唱的旋律，所以那个老先生就把它写下来创作成歌曲了。所以你有听到，它也是一首跟劳动有关的歌，所以又回到了就是劳动是美族的传统美德这样子。好，那好，那这边我们的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我们要请吉大帮我们做一下，但我们在接触原住民相关文学或是想要从事相关的创作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事情呢？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跟人民这首诗的写作取材方式，应该会归类成就是原住民书写或是原住民关系文学，因为它不具有原住民血统的身份。如果你是原住民血统身份者的创作，就会被称为原住民文学。然后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就会感受到陈理他这首诗是明快的操作，连续的连接词来带动韵律。然后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拼接的部分，他把很多族群的符码拼到他的这个组诗里面，然后以陈理这首米阿美族民歌来说，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在模仿中国的诗经，它采集民歌的律诗。我们可以明白这种创作方法其中的实验性，其实中国的古人已经做出了蛮多，所以它蛮局限的。而它尝试转译突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陈理他自己本身对于阿美族这个族群的想象。或是他到底是怎么观察的，而他像在第一期那个换机端就有用过的文化的那个部分，然后更大胆来说，这本书除了第一首之外，其他的诗作，我觉得它的意涵都比较表面，然后因为表面就需要人去解释，才能更理解原本被拿来写诗的根源，就是那些民歌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尤其越往后面，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创意性就变得比较弱，整首诗就比较感觉说虎头蛇尾。然后以陈理这位我们熟知的大家来说，我觉得这个高度的原创性就比较低，然后就比较生硬。然后在后面，我有看到有一个诗学的研究者，他就说陈理的猫对镜就是这首诗的他收录的那本书里面，然后他机密就是他谈到说，他英文的字源来看，就是猫对镜里面的镜子啊和奇迹这两个字是相关的，都是来自于拉丁文的动词，原意是复数的意思，然后进而引申为奇观奇迹，像我们近年蛮多常会谈到一种就是奇观仪式的部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像这样的实验有一些不成功的地方嘛，可是还是鼓励大家认识原住民文化，然后用比较可视的方式去书写自己对族群的认同。然后像原住民电视台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有一个叫文学地图的单元，大家可以去看。其实他介绍蛮多，就是关于那个原住民文学的书写者，像其中第13集的卑南族诗人法拉颂，就是马玉堂先生，他谈到孙大东教授曾说，原住民的文化是诗歌、乐舞，是声音跟身体合一的。所以，如果你要谈原住民的文学实践或是文化实践，你不一定要依靠就是一个特定的题材。
你只要用你的身体去做你应有的事情，就可能叫体现原住民创作。然后基于以上，我觉得对于进行原住民文学书写的时候，我认为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要去诠释原住民的文化，而是从他的生活微小的地方去入手，然后慢慢的认识，然后最后才去触碰那个精神的部分，就是建立那个文化深度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先有理解，才能去比较简单的入手创作部分，然后我们对于执行想象的个人看法和情怀，还是得依附在文化认识的深浅度上面。像是去年的玲珑山文学奖，就有一个评审，他就说原住民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这种看待的方式就不是很正确，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比较深感遗憾，就是我会觉得说交流文化不是为了让我们建立新的刻板，对，这是我大概的想法。好，我觉得我就是做个总结哈，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族群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进去里面认识，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写哈，你可以写你已经知道的，或者是耆老有教给你的，那你不知道的东西，你不要代替他去诠释这一块，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欢迎 Angus 来帮我们分享烧下的水族，大家小声鼓掌。嗨，大家好，这样有声音吗？有，非常清楚。好，因为我这礼拜感冒，所以我的鼻音很重，然后所以那流程一样，就是跟刚才的是相同的。我会先，那我是要分享的吧，所以我就会先把你要先把你的 PowerPoint 打开哦，然后不该出现的视窗可以先关掉。哦，好，这样我很紧张我刚才就是很紧张啊，我很热这样有吗？有了。那我去哪里看？好，所以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今天要讲的是烧下的这本诗集，叫做它的诗集的名称叫《橘书》，橘色的橘啊，我用这个橘书，然后我挑的是里面一篇叫做《水族》，那一样我就会先请因为有2个朋友有帮我做那个拼贴嘛，所以我就会我们就先进行这个部分，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先看到第一个部分就是 Ethan 的拼贴，然后这个Ethan 在线上吗？有听到吗？可以听得到。那你可以念一下你拼贴的部分吗？好，身体是解药，睡前我总会害羞的求泳，令自己身体愉悦。但我发现我受困在一个巨大的水族箱，感情一旦认真起来，就会重重撞击到玻璃。好，那你可以稍微说一下你是怎么排列这些顺序的吗？我觉得有一点像那种起承转合的感觉，就是一个故事先有一个大纲嘛，对，就是你先把整个故事的脉络或是一个背景先描述起来，所以身体是一个解药，那会让你就是慢慢的去，怎么说呢？当你在困在一个地方之后，然后你会找到你解脱的方法，对。可是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就是他后来就说，感情一旦认真起来，就会重重撞到玻璃，所以好像是你以为说你已经得到你的救赎了，或是你觉得你已经得到这个解药，可是到最后却又反过来就是被困在里面。对，所以我的排列是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对，所以你是觉得就是这个段落，其实到最后他其实没有得到解放，他反而是被困在里面的。好，对，这是我想法。谢谢。好，那第二个
世杰在吗？好，世杰，好，那你可以念一下你的拼贴吗？睡前我总会害羞的求友，但我发现我受困在一个巨大的水族箱，感情一旦认真起来，就会重重碰击到玻璃。身体是解药，令自己身体愉悦。那你一样啊？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决定这些顺序的？因为其实因为它总共这些段落出现了2个身体，所以我就觉得这个2个身体应该是要连在一起的。我就会纠结在这2个地方。但是前面的受困在巨大水族箱和感情那个，我知道一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最后就会在身体，就是会被下面那个身体误导。你是就会卡在下面的应该说身体是解药，我就会觉得应该要把它放下面。因为我好像找不到身体是解药这一句该放在哪边。好，所以你会觉得，这一句话是比较不符合这个脉络的吗？如果没有身体是解药这句的话，我应该会写睡前我总会害羞的求友，令自己身体愉悦。但我发现我受困在一个巨大的水族箱，感情一旦认真起来，就会重重碰击到玻璃。对，了解。好，好，谢谢你。那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2个朋友，其实我觉得解读就是排列的顺序，其实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差蛮多的嘛。然后我现在先稍微讲一下，就是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好，在这里呢，就是局书这本书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蛮特别的，就是它的封面基本上是没有，就是反正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橘书，橘色的书，就非常的浅显易懂嘛。那烧夏在这本书，它其实介绍的时候，它这个里面是诗，然后文章跟曼陀罗的画，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它的排列方式是把诗摆在最后面，它的一开始其实是文，然后中间夹杂着曼陀罗，最后才是诗这样子。但是它蛮有一贯性的，就是它都会谈到身体跟欲望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创作理念啊。那在这本书的封面那个书腰的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字嘛，他说只有一种性别是不满足的。然后，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在写这本书，在出这本书的时候，他不希望因为书名去让读者限制这本书的想法，所以他就直接用橘书这个很非常形象的东西。就很像他自己讲说，就很像是当他看到一只猫的时候，他会先注重到猫的花色，然后再去研究或者是再去探索这个猫的性别或者是其他的身体部位。他不会一开始就说，这只是公猫，然后才看到它的外观的颜色。所以他会希望人家注重到的是这个诗集的一开始要呈现给大家的东西，然后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诗集它的排列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有分成好几个段落啦，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拼贴那个部分以外啊，前面还会有2句，他说：“如果可以，我也很想，正如有时我们也摸不透自己。”那
后面呢才会是刚才我们拼贴的部分。一开始是身体是解药，睡前我总会害羞的求泳，令自己身体愉悦，但我发现我受困在一个巨大的水族箱，感情一旦认真起来，就会重重撞击碰击到玻璃这样子。那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会觉得是，配上这个水族这个意象嘛，所以它很像是我们像鱼虾或者是海底生物一样，就是居住在一个框或者是一个箱子里面。好，那身体是解药，睡前我总会害羞的求泳，就是我自己的解读方式，其实它当然是非常的身体性嘛，就是从身体摆动啊，或者是在水面下的游泳姿态呢，然后让自己可以不管是舒展筋骨也好啦，不管是怎么样，总之它就是让自己很身体愉悦，或者是说放松心情的一个姿态。好，但是呢，就是在不管他怎么游不管我自己怎么游，那我毕竟是被困在一个水族箱里面，一个箱子里面，一个是有范围的东西里面嘛，所以在不管我要游去哪里，它一定会有一个界限。所以当我很认真的要探索这个世界，或者说很认真的要研究到底是现实是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就会重重碰击到玻璃，就会开始有跟这个世界或者跟这个社会产生冲突的一个或者冲撞的现象。所以在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我也很想，当然就是说如果可以探索这个世界，或者说如果可以摸清楚这个世界，我也很想。但是就会很像是，其实我们连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啊，或者说自己的身体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嘛。所以或者说极限在哪里不知道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很像是生活在一个有范围的地方，然后当我们想要冲破或者是想要突破这个限制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点点跟限制、绳索、枷锁之类的产生冲突。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部分就会是，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比较难解读。然后我放了2个版本，就是右边是成品之前有帮他做2020年成品诗人节的部分。那它的内容是这样现实很硬，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躺在浴缸，水已经流光，检视坚硬的乳，越想杀掉内心的兽，越会闻到自己诚实的心。那我觉得在第二个，就是在这个部分不是说第二部分就是诗的下半部，有一点点开始就是有一点点是承接刚才他理解到现实的状况是玻璃很坚硬的，让他困在这里面的东西。但是呢，他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躺在浴缸里面，但是水已经流光，就很像是他我自己在看这首诗的时候，就会想到，也许是他真的冲破了这个玻璃，或者是他真的冲破了这个界限，但是呢，他会发现他躺在一个更大的容器里面，而且原本他赖以为生的这个水呢，已经全部都流光，已经消失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原本这个非常就是可以让他悠游自在的水里面生活等于是说他跟他如果比作我自己是水中的生物的话那就是水跟我的这个依存关系已经消失了嘛。
我原本以为我冲破之后会是一个更好的，或者是我幻想会是一个更美好的现实。可是呢，在水已经流光之后呢，我发现我可能就是已经活不下去了。好，那最后这3句我其实有一点点还在挣扎，我到底应该要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是很懂。那他说茧是坚毅的乳，那越想杀掉内心的兽，就会闻到自己诚实的心，这样子。那我发现他在最后这2句，我之所以把它标起来，是因为这2句话他在书腰上面提到一次，他在作品里面提到一次，他在后记里面又提到一次，所以他好像就是这2句话好像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晓得他应该要怎么样诠释这件事情啊。老师，我有举手。好，你说。老师，我觉得其实这个关于就是写身体或写女性的诗作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严爱玲前辈的书了，她也写很多就是女性的身体的。那水本身就是跟性很有连结关系的，所以她还写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她前面那2句其实我也很想，我觉得她就是想要大胆的去玩这件事情。那所以你最后面碰到玻璃，我觉得有时候当然可能是遇到困难，但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种拉扯就是一种障碍吧。那所以我觉得接到后面，我觉得后面就比较明显的现实很硬。这个硬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有双关的那现实很硬，当然那可能是别人的身体很硬那他从那个幻想，因为我刚才前面那一段我一直不太懂为什么你游泳要害羞，那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你是没有穿衣服，你最后还是个人嘛，所以你在做这个性幻想的梦境的时候，你有害羞的成分，所以 OK， 这个我就比较可以连贯。所以到最后面起来的时候，发现原来你只是干，这就是一场你的幻想，你终究你就是一个人类一个人体，然后水已经流光，我觉得是好，你是那个水族箱的水流光了，就醒过来了嘛。那浴缸水流光，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流逝，或者是你终于梦醒了。然后呢，我就坚硬的乳，因为女性其实在兴奋的时候她的阴蒂啊、乳头也都会勃起嘛。然后越想杀掉那些人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明确一点，我会认为它是他自己的禁忌，就是障碍，或者禁忌这类很明显的一个他的很难去冲破的啦。那例如像有的人自慰完之后会回到圣人模式这样子，那个他的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种心里的声音，就是他的手闻到自己诚实的性，我觉得就是他自慰过程流出来的那个血的味道是这样子。最后面你还是会就是这个味道把你清醒过来，你就是被困在一个浴缸里面，然后在自慰的女性，我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以上。好，感谢，这样好像有比较清楚。其实大家可以有什么看法吗？我也想知道。我会觉得说他其实讲的很明白，是他到第2段，他想要杀掉内心的兽，他是讲他的兽欲。对，他就是讲这个，你越反抗，他就越强烈显现，然后你要发泄掉欲望，那你就会被发现，就你就会很诚实的，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像前面我还想讲，就是像前面那个讲那个局限的部分，它有身体的局限，因为它是水嘛，然后它有水的包围的局限，然后它又有水族箱的坚硬的那个范围的局限，就是这样3层的关系，就很像我们人面对自己的舒适圈，在面对社会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好，所以那好，这样子好像我比较了解他要写的东西是什么。那在最后面他说，越想杀掉内心的时候，我本来的解读就是这个兽可能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原始的欲望，或者说他最初就是最野性啊，或者是最接近兽性，还没有被社会化的一个欲望嘛。然后，但是他越会闻到自己诚实的心，那心这种可能就是不会太赤裸的东西，或者说太原始的东西，比较在没有经过包装之下，就会
不太被人家接受，或者说本来是你如果越展现自己，或者说越探索或者接纳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原本的那个样子是什么。那如果在从一开始他讲那一句话，就是如果可以，我也很想，然后正如有时我们也摸不透自己这边呢。一开始如果是以这个诗的这个写作顺序来看的话，一开始好像是一个他还摸不透，或者是他很想要这么做，但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不太勇敢去尝试。那一层一层下来之后，到最后他终于有了这样子的冲破这个禁忌啊，或者是说真的大胆释放他的欲望之后，他终于他知道，或者说他已经感受他自己原本欲望所展现出来那个样子是什么，就是等于说他已经体会过一次了啦。我自己的想法会是这个样子。那岔一下题哦，就是说在这个诗集里面，它有一个蛮特别的部分，就是他最后他在烧夏在写完这首诗这本诗集的时候，他其实有给一个画家看。好，那当然画家他也有回应一个诗作啦。那回应这个诗作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直接，我可以念几句给大家听。就是当他说艺术家侯俊明呢读完烧夏的诗作之后呢，有回应了一首诗，然后呢我念前半部好了。他说我把父亲塞进身体里，划出了公猫，在母亲的丹炉里，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抓着彼此的阴茎。我们被毒害，死前翘屁股，骗我上床，他们把我弄湿弄脏，我又爱上一个人了，只能跑回家哭。所以在这本诗集里面呢，它其实不管是前面的文或者是图的话，我就比较没有很仔细看细节了哈。文跟诗的话，其实都有蛮直接的描述，就是身体的欲望啊，或者是说性器官啊，或者是做爱这件事情。好，所以但是他当然也没有很特别指明是男性或女性啊。不过刚才在水族这个比较像是女性嘛，所以也许是在读这一首诗的时候，水族我们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可能不会联想到跟身体跟欲望是有关系的。那在就是烧夏的这个诗作里面，它有比较跟其他的前后的诗会比较有连贯性的，就是它有用很多的比喻啊，或者是说很多的意象去串联这个身体欲望的展现，这样子。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还有没有人想要分享的？好，有人有问题的吗？现在可以问 Angus 哦。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流程。我们谢谢 Angus 给他小声的掌声。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抽奖了哟。我看一下哈。好，来，这个是我们的抽奖的规则。好，那个就是我们有2张专辑了哈，这是我限定的，就是苏米恩的《普大大》跟鲁静子阿姨的《寻月》这样子。那抽奖名单有1、2、3、4、5、6、7、8、9位哦。好，来对一下，就是你有做诗作 BTN， 然后你有勾 OK 分享的才会在名单上。然后飞虎同学就是同一个信箱，可是他用了2个昵称哈，一个叫雪踏，所以就是同一个人了哈。好，那在这边呢，来稍等哦。好，那好，希望不会分享到不该分享的东西。
来，这个是轮盘，然后那个吉大，你帮我开麦克风，待会我按下去，然后我按了，你说停，我没有，来，好，你说停，我就会再按一下，好，停 ，OK，好。好，那恭喜唯一。等一下哦，唯一有在线上吗？你要开麦克风跟我回答，或者是你可以打个讯息。如果你不在，或者是你也没有用 iTunes， 你不想用 iTunes， 就会换下一个。唯一在不在？给你5秒钟，5、4、3、2、1。好，唯一不在哈。好，那个我再按一次，然后再一样，请吉大再帮我按停了。好，唯一就没有了，唯一。好，开始喽。对吗？停。OK， 塔克在吗？塔克，给你5秒，5、4、3、2、1，塔克不在哈，你可以打讯息哦哈。塔克不在，好，删掉了哦。好，来，人越来越少，好，来，吉大再一次哦。停。OK。好，问凯文同学在吗？凯文，可以打讯息。5、4、3、2、1，好，凯文也不在。好，来哟，好来，再一次哦，吉大，再麻烦你了。停。好。好了，终于在了。4节，来，4节开麦克风，在不在 ？Sorry， 我们挨寸，我没挨寸。那你要不要用嘛？你只要申请一个 Apple ID， 你要不要？4节你有用吗？好，那就是你了。OK， 好，那如果4节之后就是用 iTunes 又有困难的话，我会自己决定在下一位了哈。好，那我就是非常谢谢大家来参加这场个人第一个现代诗的线上分享会，然后谢谢 Angus， 然后还有谢谢吉大了，其实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这2个很截然不同的诗作。我觉得以阿美族民歌就是有民歌它的特色，很浅白，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我对陈琳老师就是非常敬仰，但是这首就是让我觉得原创性好像不太够，然后怎么又一直用别人的东西来写的感觉哈，然后有一些文化挪用或是不太正确的地方，但是这是很早期的作品，所以早期的作者就是大前辈还是就是会犯这种错，所以我们现在在接触的时候要特别要更小心，然后我非常不喜欢外族的人，然后用自己的角度去诠释别族，或者是否定别族的祈祷的那个诠释权，然后我们不能接受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要多问老师，或是多看一些书，再来写你已经确定的事情，这样子。好，也谢谢 Angus 帮我们帮我们做了烧下这个的分享。因为我觉得男生要去看女性的诗，或者是要解读有女性意涵的诗，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好入门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谢谢吉大，谢谢 Angus， 来小声掌声。OK， 好，然后那个就阿莱欧姆，大家可以离开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我在这边欢送大家，可以good night，大家晚安。大家可以下线了，我在这边等大家哈。叔，你可以下线了。不客气，谢谢你，阿赖。叔叔，你可以下线了，你可以去上班了。H， 你也可以离开咯。叔叔，你怎么会有2个账号？好了，那个倒数10秒哦，如果我没有离开，我就要关掉了。10、9、8、7、6、5、4、3、2、1，好，拜拜。